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是建筑师高迪的作品，伊的主要结构今年就准备要完成啊，也今年嘛拄好是高迪过身100周年。正中央的尖塔佮包伫个阴格内面，四周围的结构已经完工。这是西班牙巴塞隆纳圣家堂，是建筑师高迪的传世之作，嘛是当地上显目的地标。这座大型的教堂虽然对1882年开始到呾，阁也未完工，不过伫个去年11月，关岛已经将近162.9公尺，得到全世界上悬教堂的头名。今年阁加上中央尖塔顶悬的十字架，代表完成主要的结构，嘛纪念高迪过身100周年。Difícil, ¿no? Pero quizá podemos hablar que con la colocación de la cruz estaremos casi un 80%. 高迪一部分设计模型伫个西班牙内战的时受到破坏，根据建筑团队后来补起嚟的设计，教堂门口将会有一座大型的楼梯甲广场，不过执行起来就爱拆掉两边的街路。大街区的民众表示，家己的厝嘛是合法购买，买的时并不清楚会有这项规划，要求建筑方修改设计。Que no existe proyecto de Gaudí de tales escaleras ni del conjunto del templo cuya conclusión tiene diferentes soluciones y que las escaleras citadas fueron dibujadas por los ayudantes de Gaudí por primera vez en el año 1906。巴塞隆纳市政府嘛，当咧调解民众甲建筑委员会，因答应任何协议，拢会互民众一个交代。不过，巴塞隆纳目前嘛面对严重的主体危机，是毋是找到所在安置，也是互民众感觉质疑。而且要安怎伫这栋意义非凡的建筑物和民众的居住权之间超好平，嘛是当地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难题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